工研院甲国内业者将对智慧医疗、运动甲文化、智慧仓库物流甲新创四大领域做伙开发20项的技术咯。今仔发表成果，经济部是表示讲，去年咱台湾服务业的产值有13条，是占 GDP 6成以上。即嘛有新科技的协助，会当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。 用手轻轻拍这个乐器，对音乐的节奏拍拍。这个看落真简单的传统乐器，其实背后连接 AI 智能训练系统，会当监测操作的人因的节奏感甲大细力，掌握因知觉的变化。国内有袂少长照机构甲儿童早疗中心，拢有引进这套系统做音乐的治疗。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健康状况？手脑协调，还有你的反应力啊。这是国内工研院甲几间新创公司合作，研发出20项技术的成果。 包括智慧医疗、智慧仓储、新创、运动甲文化科技四大领域，无论是买电子旅游票券，或者是伫厝内甲朋友远端连线拍山球，拢会当耍虚拟整合浸水式的游戏。工研院表示，希望透过 AI 科技的力量，协助国内产业拍开新的境界甲商机。AI 2.0将可以把企业的员工 提升到另外一个新境界，它的赋能被提升起来，那会有20%到30%的效能的提升。过去的中小企业、服务业抓不到客户，抓不到这个所谓的行销市场，透过生成式 AI 可以大力帮助这一块的缺口。服务业它其实是占我们国内的生产总值的61%。 它的这个就业人口高达680万人，它的就业人口也是接近有60%之多了哈，所以这个服务业对我们的整个经济的发展，我们整个经济的成长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透过形成式的 AI 产生的文字、影像或者是声音，希望未来会当应用在类似型的服务业，嘛提升产业升级的产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